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1月27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汽车行业，聊一聊2026年一开年，这个汽车行业就面临什么样一个局面。实际上延续2025年第3季度、第4季度这个趋势大家就知道这个汽车行业在国内是举步维艰。这个年前2025年年末，咱们都聊过很多期汽车行业。这个2026年一开年实际上就有很多关于汽车行业的一些不好的消息。你比如说这个南京新闻1月10号报道说，小米二手车价大跳水，小米苏7二手车价半年跌15%。具体的咱就不说了只是这个新闻还有一个叫这个牛哥说车的他说25年混得最惨的车企，25年混得最惨的车企19家车企销量一共只有1000台，你都不敢相信，19家车企那合着每家平均只有50辆汽车一年那是造的什么车是哪19家咱也没必要知道还是这个牛哥说车说的他说1月11号之前，也就是1号到11号汽车销量同比下跌30%，总量32.8万辆，新能源汽车11.7万辆，没了补贴整体消费不强，就是开年的前11天跟去年比同比下跌30%。1月10号，中国新闻周刊刊登一篇报道，叫退场造车新势力正集体酝酿复出，哪吒、威马、高和相继传出有望复合消息。他是文章这么说的他说还记得那些黯然离场的造车新势力吗？哪吒、威马、高和这些一度沉寂在行业洗牌浪潮中的名字，如今正在集体酝酿复出。他这背后什么原因？到底能不能复出？复出效果怎么样？这个都不重要，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已经退出舞台的这些车企，现在又要重返舞台，说明什么？至少说明内卷加剧。本来这些落后产能，对吧？你已经被市场淘汰掉了，现在他又借助这个融资或者什么其他势力又复活，这不就是落后产能他又复产了吗？那产能不就是更加过剩吗？那不是更加内卷吗？也就是还没卷够，对吧？人家还要二番战，人家这个第一个回合打败了，人家还要进入复活赛，接着卷，看谁血条厚，是不是这个逻辑只是他们后面是何方神圣，对吧？从哪来的钱，这个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预示着就是2026年这个汽车市场并没有变得更好，反而竞争会更加剧烈，更加惨烈。那死了的一伙的厂商，他又回头接着厮杀，没完没了。今天我看了一个自媒体文章，叫智电汽车，它有个报道，那就相对比较权威一点。它有很多数字，它这个标题叫销量暴跌28%，2026年开年车市下滑是假象还是必然？也就是2026年一开年这截止到25号，反正跟去年同期相比，销量是暴跌，这个可以说是给汽车行业当头一棒。那这个是暂时的，对吧？是一个季节性的波动，还是一个必然？我们看到文章怎么说的我们就知道这个汽车行业有多惨。他说前天和一个做了10几年合资品牌经销商老板聊了半小时，他多次叹气提到，这政策一退，展厅里的人直接少了30%。不是去年不是对吧？买车有国补吗？有补贴吗？年初这个补贴没了，还有各种优惠政策没了，看车的人都少了30%。根据乘联会最新数据显示，1月1日至18日，全国乘用车零售销量仅为67.9万辆，同比大幅下滑28%。批发市场同样不容乐观，同比下降35%。随着新能源汽车购置税优惠政策自2026年起从全额免征调整为减半征收，消费者购车成本骤然增加。关于销量的寒潮，2026年开年，中国汽车市场遭遇了近年来最为显著的一次降温。数据显示，1月1日至18日，乘用车零售销量仅为67.9万辆，同比大幅下滑28%。这是同比那环比呢？比2025年12月呢？那就更惨。比上月同期降幅更是达到了37%。批发市场同样不容乐观，同比下降35%。尽管全月预测数据可能略微温和，但市场的开门冷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也就是咱们各行各业都喜欢搞开门红，这是2026年第一个月叫开门红但是很遗憾，汽车市场是遭遇了开门冷。这一数据背后是多重因素的叠加效应。2026年春节偏晚，节前购车高峰推迟至2月，使1月销售周期较往年同期缩短，直接影响了单月的销量表现。同时，政策切换导致的市场观望情绪浓厚，使终端展厅客
客流普遍下滑30%到50%。第二个结构性阵痛，燃油与新能源，新能源韧性凸显，插混成破局点。尽管新能源车市场同步下滑，但抗跌性显著优于燃油车。1月18日，新能源车零售31.2万辆，同比下降16%，较整体市场少跌12个百分点，渗透率仍稳定在46%左右。细分来看，插混车型表现亮眼，在部分车企数据中同比增幅超50%，成为拉动新能源市场核心引擎。而纯燃料轻型车生产同比大幅下降85%，燃油车市场萎缩态势不可逆。值得注意的是，新能源车价格带出现分化，10到20万元主流价位占比达58%，20到30万元中高端市场增速最快。插混车型在此区间与纯电平分秋色，合资与自主品牌，新能源赛道差距持续拉大。中国品牌凭借新能源先发优势，在低迷市场中保持相对强势。1至17日，自主品牌新能源销量同比增长62%，市占率提升至78%。反观合资品牌，呈现燃油车稳、新能源弱的失衡格局。一汽大众、上汽大众、上汽通用等依赖燃油经典燃油车以及智能净化抗跌能力强，但新能源车型销量同比增速仅12%，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库存压力下，终端优惠力度普遍达2万元，仍难改颓势。这种分化本质是技术路线选择的结果。自主车企深耕新能源多年的供应链优势，在政策退坡后更显价值。车企品牌头部集中，二线分化，头部自主品牌表现强势。比亚迪以11.3万辆累计销量稳居新能源榜首，市占率扩大至26.5%。特斯拉、理想紧随其后，三家合计占据近半数新能源市场份额，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这个行业这个集中度一提升啊，那下面是不是更多的汽车厂商就活不下去了吧？你想啊，销量在下跌，整个盘子在下跌，完了这个头部的几个车企的占比还在扩大，那就意味着啊，尾部的底部的那些车企，那销量是急剧萎缩。所以说这个自媒体说的吧，19家车企一年就卖了1000辆车，那这种在2026年会强化，更多的底部车企根本就卖不动车，但是还有很多已经退场的车企又复活，你说这个竞争了得吗？其他自主品牌则命运各异，长安启源、奇瑞风云、长城、吉利等凭借插混技术在细分价位段突围，而部分缺乏核心技术的品牌销量同比下滑超40%。豪华品牌中，传统燃油车型仍有稳定基本盘，但未来比亚迪汉、小米苏7等新能源车型成功跻身 C 级车前列，打破了豪华市场固有格局，新能源与燃油豪华的直接竞争正式开启。从车型结构来说啊 ，SUV 仍是主力 ，MPV 小众当高端化。SUV 市场虽同步下滑，但在新能源领域表现强劲。1到17日，新能源 SUV 出口同比增幅高达78%，成为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轿车市场中，新能源车型对燃油车的替代加速，尤其是15到20万元价位插混轿车，凭借无续航焦虑优势，分流了大量传统燃油轿车用户。MPV 市场虽占比仍低，但呈现高端化趋势，搭载智能座舱与高阶智驾的车型需求稳定，成为家庭用户升级换代的选择。而低端 MPV 市场受商用车补贴政策倾斜影响，表现略优于乘用车整体。关于这个豪华车型啊，这个燃油豪华车型和这个新能源豪华车型的这个未来趋势啊，海外机构有不同的观点。同样是1月10号啊，这个媒体报道说，这个德勤他出了一个报告，说超过60%中国人下一辆车准备买30万以上的汽车，燃油车仍是首选。这个德勤全球汽车消费者研究显示，中国超60%受访者计划购买30万元及以上的车型。此次调研购车预算数据显示，中国消费者的价格偏好中，说其中30万到39.99万，也就是30万到40万啊，
区间占比最高，达到30%，40万到50万区间的占22%，50万及以上的占11%，三者合计超63%，也就是60%以上的人打算换车买车要买30万以上的，而20万至30万、10万至20万元的占比分别为25%、8%，10万元以下的仅占2%。我们可以借房地产这个概念来说10万以下的叫刚需，那很多人对吧，买第一辆车买个10万的代步刚需嘛，很多农村地区的吧，城镇。但是这个20万到30万之间的，就20万以下的叫刚需这20万到30万的，那恐怕就是改善，对吧？想买个好一点的，功能多一点的，舒适一点的，安全一点的，对吧？30万以上的叫豪华品牌，其实这种分不一定很科学就这个意思所以你价格越低的那种越偏刚性，价格越高的越偏改善。那就是德勤的这个观点，就是未来刚需越来越少了，因为这该买车的都买了。你看农村到处家家户户门口都停着车，那未来更多的都是改善，那改善的就是买30万以上的。该数据出自2026年全球汽车消费者研究报告，这项年度调查已连续开展14年。该报告数据来源于去年10月至11月期间对27个国家的28500多名消费者进行的问卷调查。调查还显示，中国消费者的下一辆汽车类型偏好中，燃油车仍是第一位，占比41%，纯电车20%，混动车19%，插混车17%。那这是德勤的报告大家参考所以从德勤的这个报告和刚才这个文章相比，它还是有差距的。那现在新能源汽车豪华品牌卖的比燃油车要好一点，这个也可以理解，因为它有补贴对吧？它有各种政策优惠但这些补贴退坡，政策优惠慢慢取消，那时候真正的这种市场需求，消费者的选择对吧，才相对客观。那现在你可以理解成扭曲。文章说这个汽车行业这个暴跌的诱因背后他说2026年开年的销量下滑是政策、市场、季节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最核心的诱因无疑是政策切换带来的市场反应。新能源汽车购置税政策从全额免征改为减半征收，你看看减半征收它就影响这么大。如果你要全额征收呢，以前是不征收，现在征一半，它就影响这么大。你要全征呢，跟燃油车一样，它能活得下去吗？意味着消费者购买一辆20万元左右的纯电汽车需多支付8850元的购置税。这一变化直接冲击了价格敏感型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这种变化最直接的影响是消费者持币观望，很多人来看车，问的最多的就是政策还会不会变。现在买是不是亏了？新能源汽车的零售渗透率已从2025年12月的59%骤降至46%，这只是减半了。如果说全额征收，你看看，也就是现在卖10辆汽车，6辆是新能源汽车，那是叫全额减免购置税。现在征一半的购置税，好，10辆汽车只有4辆不到5辆是新能源汽车了。如果全额征收那恐怕也只有3辆是新能源汽车，7辆是燃油车。与此同时，2025年年底车企为了冲量而进行的促销活动，大量透支了2026年初的购买力。各品牌推出的购置税兜底、现金让利等促销手段，将大量个人与企业的购置需求提前释放。季节性因素也不可忽视，2026年春节较晚，节前购车高峰集中在1月下旬至2月，而去年同期已进入热销周期，这种春节错位进一步放大了同比数据的下降幅度。这个春节老是捣乱房地产不行也是春节错位，车子卖不掉还是春节错位，这么麻烦呢，不如把春节取消算了，碍事对吧？这老是一个借口对吧？经济不好就是春节导致今年早了，明年晚了，你说这叫什么事不如把它取消嘛。北方地区的低温天气也加剧了新能源汽车消费者的里程焦虑，导致部分潜在买家转向燃油车或推迟购买决策。面对市场寒冬，主流车企迅速采取了应对措施。新年第一周就有超过70款车型推出大力度的优惠政策，也就内卷接着卷了，你不卷你卖不掉前有围堵后有追兵，就是现在车企的一个状况对吧？前面有什么比亚迪什么特斯拉的
这个堵截，是不是后有追兵，那就是这些起死回生的这些车企。你说它一旦恢复生产，它能不低吗？价格卖得更低，要抢市场，所以中间的这些车企日子更难过啊。说宝马对31款车型进行官方调价，其中 i7 M70L 直降30万元， iX1 降幅高达 24%， 比亚迪也全线调价，宋 Plus 520豪华型降价 2.7万，海豹06价格更是首次跌破8万。这些促销措施确实带来了短期效益。1月第2周乘用车零售日均销量达到了5万辆，较第一周的3万辆提升 67%。 但降价促销持续侵蚀车企的毛利率，而免息贴息政策又增加了资金成本。与此同时，市场中正在发生着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数据显示，新能源车型受影响程度明显低于燃油车。随着补贴退坡和市场竞争加剧，新能源汽车行业也在迎来新一轮的洗牌，品牌集中度持续提升。比亚迪、特斯拉、理想汽车3家企业已占据新能源市场近半壁江山。智能驾驶技术的普及成为市场新亮点。2026年 L2 级辅助驾驶的新车渗透率有望提升至 64%， 成本下降是推动这一趋势的核心驱动力。高速硬件成本从2022年的5000到8000元降至2026年的1500到3000元，也就是降了一半以上啊，使得智驾功能开始进入1000元时代。确实啊，能够拯救新能源汽车的就是智能驾驶，但是这个也不是一天两天啊，对吧？这个还需要很长时间。说实话啊，如果新能源汽车没有智能驾驶这个，那我相信啊，这大部分人不会选新能源汽车的，除了那个开出租车的。智驾是新能源汽车跟燃油车的本质区别，但是短期内智驾的吧，它也不能一蹴而就啊，它还需要一个过程。文章说啊，从短痛到长逸，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汽车产业正站在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节点。尽管1月份市场表现不尽如人意，但笔者对全年走势仍持谨慎乐观态度。他认为啊，他说新能源汽车的长期增长趋势并未改变。2026年新能源汽车销量有望突破2000万辆，保有量占比将提升至 15%。而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到2030年，新能源汽车渗透率预计将超过 70%， 保有量占比达到 30%。这个怎么说呢？那就看这个补贴和国家政策退坡的和智能驾驶技术的提升这两条曲线什么时候交叉，对吧？智能驾驶这一块是在往上走的，国家这个补贴是在往下走，退坡嘛。什么时候达到平衡了？你国家新能源汽车不补贴我也买，为什么呢？它的智能驾驶已经达到了能够这个商用，对吧？能够正常使用的这么一个水平，也就是大家愿意为了智能驾驶而选择新能源汽车。那这个时候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它有可能是在往上走了，这是市场行为，对吧？这是消费者的选择。但是你说什么时候出现交叉，这谁知道啊？如果说补贴政策到今年结束，因为国家财力有限啊，要补贴的行业太多了。如果这块它不补贴了，那27年、28年，我觉得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还要下降，对吧？降到 30%都有可能。如果智易，对吧，坚持补贴，明年还补，对吧？一直续命续到这个智驾普及，所以这个咱们密切关注啊，因为这东西你不能一口说死啊，说新能源汽车就是不行，不是这样子的。在智能驾驶这个正式商用之前，我觉得新能源汽车那都是小白鼠啊，国家补贴你做了试验。汽车产业的全球化布局正在进入新阶段，中国汽车出口正从简单的产品贸易向整车智能化加电池加零部件加服务的生态协同模式升级。2026年中国汽车出口，这个出口包括在海外本地化生产的汽车，他认为要达到800万辆。2030年海外产销规模将冲击1000万辆大关。一些车企正在将原本用于市场推广的资源加速转向对固态电池、高阶智能驾驶和海外本地化生产的投入。2026年规划的海外工厂产能已超过200万辆。产业融合趋势为汽车行业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汽车与机器人、低空经济的等产业正加速融合，基于共同的 AI 内核和共享约 70% 的供应链，这一趋势推动着车企向聚合
智能终端企业转型，也为零部件企业创造了易变多的新增长曲线。怎么说呢？这个还早着呢，这个跟新能源汽车产业本身的吧，这个还隔着一层。这就是这篇文章的这个内容。通过这个文章可以看出，进入2026年第一个月份汽车行业就是叫开门冷，同比环比都是暴跌30%。最主要原因就是补贴退坡，没有补贴了。但是我认为还有其他原因这是这个文章的观点。我认为还有其他原因，什么原因呢？一个是网约车的饱和，这几年的吧，这个网上有各种报道关于网约车的饱和。福建、山西有很多网约车那个营运证都闲置，就作废。就是我记得山西好像是2万多辆网约车就注册了，没人开，不运营。为什么呢？就是运营不赚钱呢。他每天在大街上跑，最后一个月下来，把这些费用、电费，对吧，乱七八糟一去掉，不赚钱，他就不跑了。而各地像这种情况越来越多，这种情况就说白了就是开网约车不赚钱了。但是这个地方先从小地方开始，竞争压力大的地方开始，对吧？这是市场出清这就是标志着网约车已经饱和。网约车饱和呢，就是你租网约车跑运营的人越来越少，买网约车就是买这个新能源汽车跑网约车的人也会越来越少，租车的也少，这个也制约了新能源汽车的这个销量。现在跑网约车的、跑出租车的基本上都是新能源汽车嘛，因为它充电便宜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因未来这一块它不会有好转。第二个原因就是新能源汽车的这种金融玩法，对吧？这主机厂商下面层层穿透下面他自己实际控制一家销售公司或者是租赁公司，主机厂商只管生产，生产出来全部卖给这个或者一部分，对吧？卖给下面的这个白手套公司这个白手套公司要么就是租赁，要么就是把这买下来这个，把这个车再反向抵押给银行，从银行套出资金，然后再把这车上牌，对吧？再租出去，或者再分租给下面的租赁公司、运营公司。总之它是层层往下包到最后就变成各个城市大大小小的这些网约车租赁公司。网约车租赁公司再把网约车的订单还可以转包，这个平台网约车平台那订单是可以转包的你有的时候你叫个车，莫名其妙的那个本来是这个牌照是一个牌照，后来接你的那个司机那个牌照不一样，那就订单被转包了。转包给谁转包给下面这些新能源汽车就租赁公司他专门跑网约车的。同样的是因为这个网约车的订单利润越来越薄，跑网约车越来越不赚钱，像这种网约车租赁也是越来越萎缩，也就是他这个模式玩不下去了。本来这个租赁公司是靠这个司机对吧去跑，然后租赁公司就抽成收这个固定的月租费，然后用这个再去还银行的利息，对吧？这就是这个租赁公司他把车从那个主机厂商买来，然后再反向抵押给银行，从银行贷款，那他拿什么钱还呢？大家都知道这个网约车呢越跑越不值钱，那车本身它是在贬值的，对吧？跑个5年3年吧，网约车你跑个5年基本上就没了吧，那他5年里面怎么还银行这个钱？那就全靠这个车租出去，对吧？然后给他月租，这个人家都是经过精密计算的，这个现金流是能覆盖这个车的贷款，在它报废之前。所以你看那这样的话它这个现金流就不够了，因为它精密计算，比如一辆车一个月必须能有6000的收入，但是现在做不到，那银行就不会再贷款了，银行不会再贷款，那这些租赁公司就没有办法从主机厂去买这些车了，账算不过来了。所以你看进入2026年新能源汽车销量是断崖式下跌，大家还记得吧？现在这个市场总局对携程进行反垄断调查，那大家觉得下一个对谁反垄断调查呢？就是这些平台那就要么就是网约车平台，要么就是外卖平台。实际上外卖平台已经罚过一回了，我觉得下一个目标恐怕就是网约车平台。现在网约车平台很多地方它已经开始价格透明了，就是你这个乘客这一单30块钱，那这30里面有8块是给平台的，对吧？有多少块是交的税，多少块20块是给司机的，他要列明。那要这样的话，你看看它越透明，终端这边越透明，这藏在中间的利益链条它就藏不住了。什么租赁公司，对吧？这个2包3包这些卖订单的，那这个利润它没法藏我看昨天是不是这个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对外卖出手了，要求他这个外卖的提成就是平台抽成23%，怎么个算法？所有的平台都要一样，是以商家最后拿到手的钱23%做平台抽成。以前是什么？以前比如你是商家你这一盘臭鳜鱼是100块钱，好，顾客一点，你这个平台就要抽走不管3加2，就要抽走23块，这是平台的抽成。实际上这个商家呢，他到手的按理来说是77块吧，但是他到不了，因为平台还有活动，什么满100减20，这20减掉，实际上商家只拿到80再扣掉个23，商家只拿到对吧60块钱，就这么个逻辑60，然后再
搞些什么其他活动乱七八糟的，那商家实际上都在赔钱。这就是为什么去年外卖大战这个商家最后落一个盲嘛，伤痕累累，没赚到钱。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国家会对这些平台会监管会越来越透明，越来越详细，越透明。作为网约车平台，它里面的这些以前从主机厂商到租赁公司，再到网约车平台，再到消费者，这中间里面很多猫腻，它都会无处遁形，这些灰色地带都要暴露出来。这个最终打击的是新能源厂商的这些虚假销量、虚假繁荣，这种金融玩法玩不下去了，对吧？大家可以自己刷一刷自媒体，可以看到大量的这个汽车租赁公司车子租不出去，降价人也不租，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不去跑网约车，因为跑网约车赚不到钱，最后发现自己原来是在给这个新能源汽车公司打工，免费打工。总之说来说去这个一过年一开年，新能源汽车就是汽车市场遭遇这个一盆冷水，遭遇开门冷，不仅是行业自身的原因，更多的也是经济自身出了问题，对吧？所以它是共振的一个结果。现在的年轻人对买车已经没有那么执念，这个和10几年前不一样。10几年前年轻人都对吧，咬牙切齿买辆车是为了彰显身份，显得自己混得不错。但是现在这种对吧，越来越淡了，因为年轻人都看开了，车根本就不代表身份，对吧？更多的它是个枷锁，所以年轻人已经不再为那些虚荣虚头巴脑的东西买单，对吧？不想为那些虚名所累，这是整个消费观念在变化。这当然也是这个经济形势下逼的。所以大家都在追求极致的性价比，能不花就不花，能不买就不买。所以当一辆车剥除了它这些华丽的外衣，这些社交因素之后它就变成仅仅是一个代步工具。那年轻人他就会觉得，我又不上班，我也没工作，我买个车干啥呢？对吧？去哪儿打个车挺方便，实在不行对吧，你还可以租车长途旅行，你就没必要养一个车。买车容易，养车难。所以说在这种大的背景下，新能源汽车2026年对吧，注定是血雨腥风的一年。关键是还有很多不甘对吧，失败的车企还要杀回来接着竞争，你说有多残酷对吧？去年6月份7月份轰轰烈烈的反内卷宣告失败，当时我就说了对吧，这是你靠行政手段反内卷有什么用你不让他生产，那人家投了那么多钱在那儿，你买单吗？你得容许人生产，容许人生产，你就得容许人卖人不降价卖不掉或者你不让人降价，那卖不掉怎么办？你买吗？所以说你靠这个政府行政手段去反内卷，必然会失败，你还得采取市场手段。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